是你了解文字意思，真惊好个，伊能够文字袂明白。对了，咱个时阵啊，讲的金金峰，好，金金峰驻金峰境的秘书处，好，咱好像过去常讲的，因为伊嘛是从金峰境往南方行，拄一个阿婆来咧卖点心无，金金峰就来阿婆来咧卖点心，互伊看了，哇，你这个是修行人，啊你嘛是学道人，啊你是要创啥？伊讲吼，南方有外道来咧扰乱佛道，来咧扰乱咱的迄个佛道，但是我要来甲降服。哦，安尼吼，因为伊是一个修金公嘛，因为伊金光境的秘书处的意思。哦，这阿婆，哦，安尼安尼看起来你咱是一个法师啦，咱是一个大师啦，我讲啦，我讲。阿婆就甲讲，周金讲，你今仔日若入金光境的一段话，你若解释一句话解释会出来，我点心互你食免钱。啊，你若解释袂出来，你就拿别讲我过来啦，吼。哇，这个周金讲的做满意。你若讲话，讲无听见来，可能我按照我来解释。金光境是我拿手的，对，啊，绝对做一半，我嘛足清楚咧。啊，回来讲28分，叫做一切空观分，会的所谓。过去是不可定，现在是不可定，啊，未来是不可定，啊，你是第几心？所以这周金光叫阿婆问一个啥物也好语的，唔知要甲回答，伊就回答袂出来。到尾啊，阿婆啊，哇，看你若是一个神秘性，你我就讲者，我实在我就回答。伊然后讲，周金光，伊只是助力文字，伊我就入心识，咱就讲入文字怎算，我就去真正跳过文字入心识的问题。阿婆啊，看你是一个神秘性，啊，你的排书习惯了迄个所在。讲我是昨下头遮边仔有一个这个龙山寺，哦，我就一个龙山法师吼，龙潭华书啦，龙潭寺啊，龙潭法师，伊拢伫遐出发，啊，你若要去，而且昨下头遮名你敢去做？就等讲，你恨不得马上去，马上出去，去当中哈密时阵啊。用龙法师伊遐对答，因为周金光是安怎，欠一个啥物件，欠一个电话。虽然伊是啥啊，伊是了解金光境的艺术处，说服务所了解，但是欠一个欠一个电话，所以啊，迄个龙法师，我讲甲3点半，龙法师就要等伊，周金光就甲讲，哦。你若个周金光就要等伊啊，另外我说就讲，啊周金光你若讲我遮大钱，我袂使我一定要等，所以咱点一个因，要用周金光要等，是毋是安尼？但是伊下嘴讲好听点讲，不能我负责不能我拖行。周金光个呐，伊做成到肯定，做成到肯定，嘛是真正咧讲这个物件，在佛教上文啊，当头棒喝。哦，一锤打碎，大道灿烂无尽归。哦，迄种一个突破，啊，咱今日去离咱修法，咱今日学法，咱今日研究法，已经研究遮久啊，咱我着突破咱的瓶颈，所以这个是咱教育的瓶颈。所以因为既然咱知影，你离的时阵啊，迄个做这个新秀，伊我着突破这个瓶颈。伊我都接受到了无助的想法，所以无助就来讲，你请去一用思维建筑一期，将来我看你从逆敌入一门，故利于法，身受作孽义气，由今所日作而不成，心中后悔，心思不安，犹如梦中，行则不容。这个就是啥？因为身受。已经我做已经甲交代了，麻烦也是第一人用事情，伊咧这里参考。今日我去考试，数学我考0分啊，我考0分啊，哦，
老师若问题要甲你扶持，啊叫边啊，我甲你教，安怎教，安怎教，安怎讲安怎讲，你会记哦，你会听清楚哦，安怎算哦，啊你了课报都分哦，迄张迄个考卷都分互你，安尼下手班长去离婚啊，老师讲是安尼啊，啊你都毋捌，哦数学的理论你都毋捌，你哪是写会出来？伊的公式、伊的理论你都毋捌，变哪写？有是讲微积分还是讲这相关的数学迄个窍门都毋捌，变哪写会出？你较考嘛考哪？考零，随时老师要甲你设题，你考定是零。因为安怎讲？你不懂的窍门，就是经过这个题。啊，所以你今日六组，第五组，甲讲了后，新手等下，你啥等于思维，就讲甲你等于一样的，这两个你去想。去输啦，咱若做出来讲输的，这不重要无？所以你等于输的建造一题，你都另外写书来啦。你这首啦吼，还未建成啦。你这首吼，今日讲起讲门外尔啦，还未到门内啦。我要接受我的周围人，一定爱入来门内啦。无入来门内人啦，今日讲起，你我拢接受着我呐。我的迄个我的作为，安怎讲？因为我若无做当中，如果若传互你，今日你无了解这个生活，到你定来做出，互你传到地来讲，一盲引众盲，啊相接于无可能。一盲引众盲啦，啊上迄个小说头一个，总袂用相关，所以这是非常重要。所以就讲给大部分的人去打动，伊讲我特别提出讲，伊讲如来实体是人，实践是人，家己修行不可能、不可轻、不可变、不可思议。如是人定，即为何当如来安得三三？就是讲，这个会当替佛道来修这个无上正定正的这个人，一定啊，爱去修持这个金刚经的大法。伊若无修持着这个金刚经的大法。你要替佛道来传着无上正定正的这个道理，无可能。后边有安怎讲？所以讲，是什么原因呢？用学小我者，迄字会当用感，会当讲热给与对，让小我者消化，金刚经的大法，用就是用欢喜。因为爱要读这个小法的人，这个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这有处顶不能听受，读上就能解释。我就甲你讲啊，足清楚。若甲小者，你要去继承着佛的大法，无可能，咱看解释。咱若无法度去了解着三宝心法，有定是咱要去讲三宝心法好听，会咧怎样讲？咁是安尼，就对这个同意啊。啊，所以你讲艺术为叫做一题，咱另外做小写，迄个啊，做是啦，新的师傅来，将我看，互我无做规定，啊，我这个做唔买啊，看买来啦吼，你以入一门出来啦吼，对不？你今日写小师傅入，这个做会当入一门，这一门的意思是讲。你会当真正去了解着上宗的这个大乘法门，你会当了解明心见性的道理，这句话就是讲，你会当了解这首道理，会当入来这个门内这个物件，护理医法，这个医法，咱头过去捌咧讲，这个医，这个医，甲这个法，这两句的意思，咱那护理医法。这两句，因为伊是因为当时在佛陀时阵，咧传发的一个新闻，叫做医，叫做叫医法，叫医法。那医就是讲三医，三医因为讲着这个问题，咱看过去虽然讲过，但是会当去咧讲这个物件。三医就是一领叫做安陀会、异多罗僧、增加里，有这三领三。是什么叫做安陀会？这个安陀的叫做做五一，叫做做五一啦吼，做五一，做五一，入得入讲叫做五一啊吼，
个人，哦，这信徒，伊虽然是出家做啥物，比丘尼，伊爱去做工，伊毋是叫你吃饭伊无代志，伊爱去做代志，所以因做代志一定要往边仔做。啊，一个叫做欲多罗僧，这个欲多罗僧就是叫做啦入众医啊，哦，欲多罗僧啊，吼，欲多罗僧，吼，这个衫就是叫做啦，叫做入众医，先叫做入众医，哦，这件衫来讲就叫做七衣，因这古时叫做七衣，入众。就参照咱今日来到这个所在，咱要听法，咱要做啥？哦，要听法师，要讲经说法，咱袂使穿这样，袂使穿这样。伊个规定就一定爱穿这样，叫做欲多罗僧。啊，这样叫做做入众衣，入表这个大众听法的所在，这个叫做七条法。但是主要一名叫做哪？增加嘞，增加嘞。增加嘞，这样叫做哪？这样叫做福田衣。咱中国人讲解释叫福田衣，福田衣啦吼。后人讲解释叫大衣啦吼，这个其实叫大衣。啊，这个增加嘞是啥物啊？就是因为这个25条板，哦，伊这就是25条板。即若要甲讲起来，就是讲你今日去见皇帝。你今日见大事，你今日去哦，立法王座内底这些，你一定爱穿这样，这两煞袂穿，甚至你今日要去用土布坏的，你一定要穿这样。因咱穿这样，人众生共用你物件，你一定要服务互人，你要服田互人，你袂使讲哦，我着穿着衫穿条嘴，无这个福利，所以一定爱这个福利，所以人叫做哪？衣钵，啊钵，而且先甲咱讲者，这个钵，哦，伫咱中国来讲者，伊叫做印度叫做波多罗，哦，波多罗，这个名词叫波多罗，这个叫咱中叫应量器，哦，因为有讲过，史道讲过，过去咱因为名讲文外吼，应量，就是像当年。这食较大量的吼，这爱大锅爱较大的，哦，啊，阮当面遐这较大量的啦，这食较大，吼。啊，若分到细，伊就袂使去大锅是啦，伊爱去小锅，爱去中锅，哦，爱去。并且你讲，伊看你的量，啊，互伊这个锅。如果你天到你查甫，你若要甲摕小锅，你食较迄了就无啊，因为你换迄了你就无啊。啊，所以调法度是你调法度，所以因这应量，但是因为这个锅内底当中有温热、色，有温热啦，哦，体、色，哦，体啦吼，一个叫做体，一个叫做色，啊，一个叫做哪？有分的这三种啦吼，体就是讲，这锅的这个体积，啊，这个体积有分这两种。一种叫做肥啊的体质，啊，第二种叫做哪？体啊的体质，哦，这个叫做体，哦，色就是色味，这个色味，我的色味，因种规定，色味你袂使用哪？袂使用红的，袂使用青，袂使用蓝，这样我过去讲，爱用啥哪？用土啊色，就是这个放假你听无？咱的放假的灰色吼，爱去放假迄个色味。因为你烧鲜艳，因为迄非常下伫咧起心动念，跟咱袂使。哦，所以咱一个叫做体色量，哦，啊，量讲叫大海烧啦，吼，就是体色量，这三种。哦，这个衣钵啦，吼，啊那衣华后了迄句法，迄法就是讲啥物件？就是讲是，因为你是传上宗的正法。但这个正法内底当中，会当互你印证宗门的核心。他统计宗门呐，宗门啦吼，这个宗门叫做响宗，伊在禅宗，响宗呢叫宗门，
因为二目做环境叫做上总的法门。啊，这个上总的法门就是讲啥物件？上总的法门就是讲人人不用不想，个个开开成佛这个法门。哦，所以因为这个法会当互你印证着宗门会当明心见性这个法门，我会当护你依法正正成这个哦。所以呢，利用人门护你依法哦，但是当中呢，这个这个护理依法，身受众类义气，当然，因为咱无做已经甲交代了，身受作者咧，就是讲咱今日来记咱的前人，咱点老师，咱老前人，咱先代表作者咧吼义气，有经受因，结果不能因，作其不成，心中空虚。当然，咱一件代志啊吼，若做唔好势，当然咱的生活会空虚，咱的生叫做忐忑不安。空虚就是讲，我到底这事情，我都做袂出来。比如讲，今日我做按咱这个，咱有一日邀请咱同学去崇正道场，来另外崇正道场讲课。啊，崇正道场讲课，伊崇正道场里5万几个，拢是我这大学，拢是我这少年人。啊，而咱同学这个听到你讲的这两听，你会忐忑不安嘞。你甲接到了，啊接伊就硬来，拄着讲甲你无接袂使，你甲接，伊咱同学这个听到伊吼，来讲吼，这唔知咱同学明明讲，所以咱离开几人吼，忐忑不安。硬着头皮，忐忑不安呐、迄个忐忑不安呐、吼，可能咱人去感受着咱会知影。比如我今日去做一份，今日去500人叫你去演讲，你去演讲，你的时间2点钟，啊，你的时间1.5钟，互你演讲，咁就由在你选择。你若想咧演讲的人吼，你去哪倒点去点呢？我唔去去，我来听到日头。你像邓进啊、蔡唐君啊，伊2点钟、3点钟，伊讲吼出简单对不对？哪咱这去，你甲讲看啊？你甲讲看，咱讲咱老清楚我无嘅，会谈到我咩？好，这你嘛食袂落，含饭你若困袂去，请问你心，叫做心中空虚。咁是安尼，阮少年兄弟，这两个甲讲，真天叫人安怎好？讲，阿明啊，明啊。甚至今日房间的遐即个新成员，我恁房间的遐来了解。阮房间的遐交馆长讲苗人，苗人去后来找着阮少年兄弟来，阮少年兄弟伊嘛甲讲，你大家邀请，伊若袂我无意见，伊就接邀请阮少年兄弟。阮少年兄弟代志毋通甲接受，我嘛袂甲讲，阮少年兄弟要绕线啊，是啥物苗人？即摆有一个当中呢，因为咱带。2、5、2无到马上要班对不对吼？因为昨天伊也去，啊，都拄着我少年兄弟。啊，因为伊即个班伊也袂去请嘛，啊，我咧少年兄弟讲，啊，你来讲啦，你倒我都讲啦，伊就真正去甲神起对不对？我甲神一个心就才能呐，迄个叫做呐安宁静，迄个叫做静啦吼，很安静啦。伊甲神起了后，甲答应了后，唔讲。电视，讲新生活要叫我讲的，我咧怎讲？啊，啥你要怎讲？你慢慢来。伊开始摸你笑啊。啊，迄可能叫不了吼，你看伊安心的。真伊上进味的时阵，新生活等一2个月，对不对？伊的心啊，袂讲歹看。时间若愈到吼，伊头一场来讲嘛，点万事听呢？敢是安尼？你个看，伊袂可能去。伊的心中空虚袂，会心思不安袂，会安尼袂，若袂安尼讲，伊顶来作歹，对不对？互咱家己看安尼，真正个心中空虚，心思不安，因为一个头去执行迄个物件，是安怎会心中空虚，心思不安，忧如梦中，行走不落，是安怎一句话走出来？做简单的物件，就是毋捌物件。就是无了解物件，按讲啥意思？我今日这物件，我若有真正，我若真正是咧读书啦，
咱拢叫人溪三块倒五块倒来，我入去走较扁扁的吼，可能我三块倒无五块倒，人煮就简单的对啦。下昼人溪要来啦吼，我阁袂晓煮，阁毋知影配菜，阁毋知影买菜。咱溪要来要食哪个？你的心中好的心观，你会感觉讲人来会晓陪你。好，所以咱对即句话咧个看起，咱就知讲，心受真正无物件。因为咧到五祖的要求，人生见证即个法门，伊也无法度。伊即句话咧就拍出来，就像我拄则讲，因为你若蔡良君来，郑俊来，因为迄大公司来，要去讲2点钟、3点钟，伊若逐课上安尼啦吼，一年讲300几场啦，逐课若上安尼啦，我可能会迟到就出来。对不对？咱人若会通咱2日3日无问题的就心呢，人就开始疲劳安尼，人就开始破病安尼，人若几日无困呢，较这落去安尼，所以呢，对即部分咱就知好。当时即部的新秀，接受到五祖甲交代这物了，因为伊完全是一个非常的恐怖，伊非常的紧张，嘛毋知要怎来对应，即句就是。来，何永一动有一动，无以对方过，唱上依义，为能一文便笔出题，未见本性，随笔往受教授，早识大义。咱先讲这个所在。福州求灵日，就是过两日了后，因为伊这两日，这个物件啦照片而且啦而且当中咧，有伊就咧讲你请伊两日啦思维啦就讲你这两日你想啦你想对啦伊这样讲啥？但是经过2日了后，就是讲求两日，一道场东主因为东主有对房子。像意义就是讲有一个三米东主就是讲三米的意思。因为咱知影必求年嘛小三米3米的意思迄个小稻虫小稻虫这个物件因为这个有道有规房过，这个规房就是讲因为当时咱逐组伫咧化茶打堆，伫咧灶骹迄个所在过啦小上意义，因为当时咱五祖来一定讲，恁若会当想着这个义，会当心是菩提树，心如明亮来，时时求日切，无事业的恁若当想着小义，免对恶道，就免对三恶道、地狱道、畜生道、甲魔鬼道，你会当证着三善道，就是天道、人道、阿修，最起码有这三善道。所以，因为这个人听到了咱五祖要讲的时阵呢，大家就开始规个庙是1000万人把这首经当作是因上的座右铭。心是菩提树，心如明镜来，时时求日切。无事业变他们笑我先，咱迄唱咧唱，所以叫做笑上意义，唱诵奇迹为能一文便笔出题，未见本性，当然推言意思听着。这首经，因为无讲着对，这首经无明心见性。其实咱是在讲，人个内经咧就是内经啦，是怎讲？因为伊听着名，伊就知影这首经入门关易经，入门的未入门内。咱听经听30年听50年咱有点讲嘛，不知好袂使接受的人因为伊安尼听的话，咱就是知影。研究来无，什原因呢？因为咱前世就是地藏菩萨的转世。那你根据是作来，先来讲，
因为伊今日去听手机，伊就会当真正了手机微分啊，这是一个东西。安怎讲？你甲扭起到上头前，伊听着金光经尔，听着金光经的语义尔，因为伊即时就在提出法。你看人，你看人个啊，会经济偌难。我有一摆去迄个新加坡，迄个菲律宾讲金光经，啊，一个新来啊，你讲啦，金光经通讲讲空尔啦，我唔能讲诶，讲金光经讲空尔，伊来讲伊听无。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啥？就是伊真正听无，啊，伊用一个作大概的讲啊，较明啦，你讲啦，讲这不好啦，这个意思。我讲哦，你若拄着瓜儿龙哦，你就唔知通老板讲，这来读的，倒来读的，这手来读的，倒手来读的，你就唔知通老板讲，你做空伫对去。迄个空毋是你咧讲的断的空的，是本空的，无机空的空的，迄个空爱进入真空的。爱进入迄个真空苗预造出来呢，毋是咧随便讲空的，所以要讲到这个物件，对不对？但是你爱真正功夫够呢，都随讲来不好呢。你功夫若有够，拄着变变你倒来呢，啊无咱咧做参考啦。温和运动，温和项目其实，啊免啊啦，项目咱咧心，免啊项目咱互相心，免啊安住咱真心，这个道理恐怕做对个。或者讲应如是项目其实。应如是主，应如是项目其实，分到我甲咱解释了，咱听偌久，咱学偌久，咱只要心有安住无，有幸福无，咱唔看卖啦。因为咱拄着经咱就倒来咧，真正咧，咱完全学到30年、50年，教进咱这个心还无来用，啥无来用？因为拄着是为境，咱就赞袂了。你要去电话，你要去诽谤我。其实人是咧赞叹，咱嘛当作诽谤。是啥物件？因为你想啥子？咱一个人足奇怪，我若含你有口角，含你有一个无舒服的物件，现在我真正来赞叹，你讲我来对，会安尼袂？对。这个人我若含你足好诶，现在我真正来批评，你嘛讲这个无代志，敢是安尼？所以人这个心理啊，这个意识。这个意啊，这个意识，你看我理解。所以这个意，这个心意，所以叫做念，心念，这个心念，你甲转正面，甲转倒面。所以人讲信念转个弯，生命无限可能。你这个念，烦恼，你听着拢无好，你听着拢诽谤，拢啊转啊，转正面，转什么？正面。是不是咧？所有你听到那么转正的，你生命无限宽，你生命无限宽。但是你今日若听到那么转负面，啊惨，你生命无力。因为讲，你若听到你就不舒服。咱一个人啊吼，会靠你一世人，互你人生你来活一半，会活一半，你甲想看咩？你心中对这个故事，你心。拢只只大只毛，而且咧甲你咬人，互你袂平安。快乐唔快乐，含别人袂较相关的怎问呢？是拢家己你直接你家己的心生的物件，真正呢？所以你修道就是真正要安怎佛教佛道讲转正面，发正道正面。所以呢，这个歹念啊转好念。所以这当中，咱看到怎样？回应。文一文便利，出奇影响。那是会要有讲，我虽未无教授，早识大义。我虽然还无受到教授所甲我教示，教授教就是我教，受着我会去接受，要接受的受。我还都无蒙，没有把我启蒙，启就是不客。这个启着我迄个无名，蒙就是我无名的意思，无名的意思。我这个我还无明心见性，但是我还无把启蒙，咱爱了解清楚。伊都无蒙，何来启蒙？这个你听无？一定都无学问啊，何来看条学问？
无学问，咱好条，我条学问，我都无明啊，要何时起？我还有明，随迷蒙教授，安尼讲了意思？迷蒙就是也袂人甲启蒙，也袂人甲教示即个即个生活，即个上生法面。但是咱各位今年，咱有感受，咱六祖较难得启蒙，因为六祖一直听着启蒙，伊就早人做甲听着菩提本，真是菩提修品，心如冰冻来，四经无数遍，伊就明心见性，伊就知道迄句菩提本无修品，本来无数遍，伊才着解无生命。安尼讲啥？因为按什原因？因为咱的自性本自苦中，本自去除的物件。然后呢，修道不用修，淡泊无言，你才是修道。你修哪会修道？修什么道？你本来去除的物件，你来修道。后边有哦，淡泊无言哦，无污染哦。这件衫啦这件衫才不洗，因为你惊人到就洗，无惊人到就洗，敢是安尼？所以咱这件衫就惊人到洗，无惊人到就洗，就是这个点。那做会员，伊随意无教授，早失败，这为什么？伊早就了解上性的法门，了解上性法门。伊就了解修行方面，伊就了解物件，所以比较一不动。随门东树，随门东树法，小者好记，伊知影即句记记性，所以因为伊随门，伫迄个当中，迄个东主就是迄个啥物，咱毋讲，迄个当啥物，但是呢，我咱讲故事，讲啦。有那称呼即个东主啦讲上也好记，东主法，你上是啥物记，就是啥物师傅啦，但是即个话啊，东主就讲啦，你这较了不低啦，你这较了着，即项即个东主啊，也是批评着即个来做人。甲了，若要甲讲起来，就是无开发的地方。换一个解释，就是讲，参照咱咧叫烦恼迄情况，对啦，过了嘛。过了当中，因为伊过去即阵人拢对，拢是领人，对迄个领人，广州的即个一带拢对领人，你像讲是龙岗啦广州啦即个所在拢是海边，即个拢叫做干的，迄阵咱叫五羊城啦即个叫做五羊城。即个所在啦，就是即个所在就是。迄阵拢做无开发的，迄阵当时，迄个中央就是咧，迄阵就是迄个做，对啊，以北京来看，迄个叫啥物所在啦迄个也毋是即个南方的物件，到南方的物件拢是一个环北的地区。因即个环北的地区就是南做工业，因老爸过去那是一个环可能有做一寡唔对的代志，当互强军。来到遐啦，从充分来到即伊个单位拢用来取消掉，像即人周永康即类人啦，徐才厚即类人啦，罗西兰即类人永生，永生党的迄个党籍人取消，这是讲真诶这是啥袂讲错啦。永生党的党籍嘛取消掉诶因过去做出个唔对代志，所以即马会看无去导演，看死伊个完颜，你像罗西兰某。人啊，可以，迄个五开来嘛迄个看四眼都往里面嘛，迄种大拢诚清楚。六祖因老爸就是充分讲领人，因为伊来到领人无偌久尔，因老爸就死了。这老爸死，咱一个人受着这大压力。我本来是一个单位诚好的单位啦来到地当中呢，伊变成一个神州的变成，来到这变成一个过去是官员咧，有地位咧，有名咧，冲到领人变成一个神州的变成，神州的变成就是讲广州的这个神州县啦迄个变成，
你看，因老爸阿伯，就参照讲今仔日，你若是阿扁啊，做总统吼，唔免讲来等我，哦，迄阿伯大大认真，你若去问阿扁来讲吼，我毋免有话早找，我这毋通直接讲去，迄个感受啦吼，唯伊咱知影，当事人咱知影，但是若做袂了，伊若要受袂了，来到地府啊死。 啊，无讲死了后，伊含因老母变成同伊有缘，所以伊变成来去山顶草塔，啊草落来呐，伊就呐讲就底下饲卖，心就底下饲卖，啊落来卖，等下卖几分仔钱，啊咱含老母人啊，同伊有缘，安生活，伊就是安生活。那草塔就当听着这个道法啊，伊咧当听着这个个修人，修人啊，吼，修道人吼，伊来讲着。 咧读这部《金刚经》，但是恁来其实这部《金刚经》足济人甲解释讲，伊所听到应如应如所住以心来体悟的，其实这是唔对的啦，哦。而人做道经记载是无记载讲，伊听着应如所住以心因开悟，因为应如所住以心，这句话伫《金刚经》的第10分。 第10分啦吼，中央讨论出现的啦。但是伊念头前念着你，我当念，当多一年你念体验，哎，是你可较可能，无可能。所以人做观经，伊嘛无记载讲上啊一分，但是真济人，甲反咱讲，伊就是听经无听应无所准，心其啥物开悟的，讲这是唔对的物件，吼。啊，所以咱一定要知影这个物件，吼。 所以迄个时阵，咱知影，伊若做唔对，因为伊本来伊就是一个较成熟的人。你格了不对，就可以讲，你这是反邦的人，你这是个时阵啊，这个文化无开发的地方，你这不必定去减班，而且唔捌后壁讲，大师咧讲一句话，世人心事所在，伊就这个道理啊，然后。 有经者会甲问讲，你甲了不起，啊你这反邦毋知影，但是伊后壁去过得出来。大师咧讲啦，安尼啦吼，大师咧讲啦，世人心事所在，欲一传不依法，名门言作义来看，若无大义，即有依法规定来做，安尼对啦。伊讲吼，阮大师咧讲啦。 讲恁来当世人心事所在，面顶将你指求福田，不求出离心事可歹，自信欲别，福无可求，这是真观。就讲恁来当人去做手机，会当建设我当富裕的人来做，所以伊后壁伊这囡仔就讲伊头前即方面后壁这就讲出来。就讲阮大师咧讲啦，世人心事所在啦，咱来到这个世间啦，这生死大代志。 毋过呢，咱今日这大代志，咱若当欲得传这小所在，欲得传布依法，名门人作义来看，欲得传布依法，要把因为第5代祖师要创咱第6代志这个依法，但是你今日要得到这第6代祖师要。 传承着我的这个上宗的第6代祖，当然你一定爱做名门人做手机啊方法，就是咱拄则咱讲就是讲，甲当时这个新秀伊做手机，互因看名门人就是讲1000多名，但是这1000多名当中，无一个人敢去做，是安怎讲？ 因为新秀就是因当时门人1000多人到上书，这点人拢总会咧讲，所以呢，变成讲咱当时无做甲因门人每一个人，什么人拢无紧，你若当做手机来，会当免建设，我会当不一定人做，所以因门人1000多名无人敢做，这是咱新秀，这是咱教授书，这应该两个去当这个头壳啦，这行咱这个应该行咱无缘啦。 今日讲大家相见啦吼，大家念头嘛拢有，迄种念头嘛拢有，所以迄个当中啊，伊讲名门人作义来看，
用五代义，假使那五代义，迄个代义，你会了解，迄个代义是讲用五代法，甲你讲明啥？迄个用五代法就是讲，你会当真正会当了解上种的代法，迄个叫做用五代法。哦，即句依法规定来做事。那安尼当中，即时会当附带伊第六代做事，安尼啦吼。所以因当时上总要传道，因绝对无学袂去传。无讲今日这是我的亲戚，这是我的朋友，这是和我较有脑的，因绝对无用这个，因绝对无用这个，因无用这个，因绝对无用这个，因由于这个上总的代表，这是一个力万劫的物件，这你袂使有外传。所以每一个法师，大家拢总是一个这物件渐渐明明，所以因无学袂来，无用比如是哦，亲像上座伊南边表人无上气，大师令人该上，以此宜修，免为恶道；以此宜修，有大利益。就讲啊，用了代语，政府对来做出新秀，上座有人龙表比属有上期，有新秀，伊离迄个人民表咯，就是咱讲的，就是讲离迄个当上时的迄个表比，哦，本来要叫迄个做，迄个来为迄个哦，即民间叫的迄个哦，一个发烧，但是当中呢，伊看着新秀，多把迄秀，新秀无在是新入下来，时时求有需要的来，因为新秀当时嘛较真正把这个师傅应用合作，因为伊对这个师傅，伊家己心都，敢若讲起来，完全对家己有信心，嘛无真正哦，即个叫即个较听从，所以伊是用三家看面去甲听从伊即个表演。伊讲哦，若师傅，若明仔载起来看到即首师傅，伊若讲我即首师傅有见识，我甲即个先主分语言啦吼。如果呢，我今日即首师傅未见本色，就是我宿舍即个叫经济部的后边这个欠啊，叫师傅即个物件吼。所以新秀搭伫南边的表人，所以这是当时这个道堂把此话讲互咱做听。新秀讲明听，新秀以南龙表上事无上气，无上计。其实这个敢是无上计，但是确实无上计，但是伊本这句话按论上，咱知影这句话论上，论上，这叫上算。咱来讲到点啊，在物理层面讲的，本来无时间，咱来讲到这手机，咱讲到这笔当中，咱对伊个分别做所在，所以呢，这个叫这个叫表龙有事无上去，大师令人该上，咁大师令大家，1000万人大家拢念。但是依处宜修，但是这个啦咱大家注意下这首爱当念结，这个音爱当念结的爱当念结，爱当念义义母爱当念结母结甲平常会当讲的咱大家这个咱特别来做一个依处宜修，免为恶道。伊免为恶道就是讲，伊咱知影有地狱道，有
有地下道，有直线道，有无轨道。这个什么道？这个什么道？哦，你若甲练洗手机啊，唔免着，但是按落双线道，线道，线道，再来咩？是咩？天道、人道、阿修道，天道就是讲叫天神，照福，哦，修福，伊无受亏，所以这个人，哦，天道，你像王永平啦，你像迄个做郭台铭啦，吼，咱蛮好用啦，我们阳光把咱袂熟悉得啦吼，咱就变得，哦，伊就是啥？伊天神，伊后日就天神福，伊后我，但是伊福过是300年、400-500年，伊各位啊吼，伊这300年、400-500年各位伊还在来轮，所以妈祖，哦，妈祖啦吼，王爷，甚至咱个，哦，这个个，咱今朝先生，因这过去拢去受福。在修来当中的应景这天时，以享受人家的农业，500年至300年一到，伊就来这个，所以伊时间到，所以你若离迄个哪呢？你若离迄个哦，大概先内底就封建，世界结构有世界经济封建，所以你知影讲伊天道就是，但是天道你。你伊有福无？伊在减收钱啊，伊在减收钱。所以若减伊若在加钱，定位若强，伊完全后壁个啊，伊个三品就是叫做贪心期，贪心期，哦，贪心期，这三品啊，当然吼，这三品是上歹当，啊，这三品就是伫咧心意识的内底，所以这若当了后。可以进入阿罗汉的操作，阿罗汉的操作了，说完说完，阿那含阿罗汉，啊，所以咱即马是中高阶的了，哦，并完了咱讲讲，啊，所以天道内底当中就讲有福报，所以咱来到这个世间，有福报，有钱，哦，伊毋是无原因来，所以我想讲一句话，当今日咱有钱，但有福报不了解。有什不了解，叫做不可疏解。有福，你还得继续生活，因为你好的生活。唔不能这个世间人来到这个世间的有福，拢未享福，拢生活。我，你讲把咱台湾这个土地，我听讲的吼，一年行迄个哪呢？行迄个哪？甲村的下面啊，你想？规盘鸡啊吼，我前一阵就拢变做来迄落啦吼，只鱼啊吼，5厘米的鱼啊，每一个两个几就变做来迄落啦吼，迄盘鸡啊，我毋知听啊一年几千磅，变做甲今日台湾这土地哦，一年变讨价几千磅，这人你若把这物件扫到非洲去啊，非洲迄人免死哦，免死哦，免带迄个食迄个土饼啊，但是咱台湾这人离这地叫做蓬莱仙岛，咱老叫做这。但是咱台湾这个报道，咱心理报道，咱唔当接受哦。啊，好甲在，咱今而且收一份来到，咱今日一定要去做好，咱会当报道，咱会当报信。所以今日，但是咱即马这个福，咱就要加一个重要，咱就要加一个重要，咱叫做咱好相信。人道，哦，伊这300年、400年，人道偌济。人道差不多，平均啊吼，进查某几岁？平均年龄啊吼，我讲分到平均年龄超82岁，非常少。现在平均年龄都有两啊70岁。
差牵着多差4岁，伊平均的年龄啊，就讲分到年龄较大，啊牵着年龄较短，是啥原因？可能他们牵着会较迟早的关系，较歹。哦，刚类性，刚分得较清嘛。哦，你上好的时阵啊，迄牛就是讲，伊寒带买木材，寒带买木材啦吼，因为伊挖起来吼，迄木材说足好诶，啊伊挖足慢，要挖到1000年、1500年的木材，大无容易。但是你若是印尼吼，你马来这个年代在任何时咧，哦，做木材，咱我讲一个苗头啊。迄人伊迄是用才几百年做尔，啊一年啊，迄个天热，啊热当中呢，迄雨林啊去热，啊变成雨林的时间出紧，啊但是了后的差距无好，哦用这个比喻啦，所以伊较柔啊，较柔啊吼，较柔的人啊吼，生命比较长，较刚啊吼，生命比较长。这他们这管理啊，所以这道理。啊，所以咱人咱人都，咱的岁数就是哪样呢？80岁，到70岁，平均啦吼。但是这个科技啊，这个影响，应该能够贡献，哦，会当做咱人的岁数会当较大。但是因为爱好代志，小人代志是体吼，这是讲伊咧大概。这个病的，阿修罗道呢？这个阿修罗道，人就是伊这款人，伊福报，阿修罗道福报，阿修罗福报，所以阿修罗道伊这个人，伊就甲天神，啊，伊咧斗法，伊咧斗法啦吼，斗法。阿修罗道会甲天神斗法，伊咧斗法。但是阿修罗有亲人心作当，心分啦，亲人心作，伊本质就是安尼。拄着天神就该斗法，啊伊有亲人心作当。所以这阿修罗道，伊3000多人，这当中是排上尾啊，这个天的这个，伊就是阿修罗道。这个阿修罗道若是无法落就几只了，什么？这是三摩多嘞。三摩多落比较就是较平，这咱知影啦吼，落比较就歹吼，哦，这若上开手，遐根袂落比较，哦，真正无讲，巴肚哪水开咧，香港哪水唔看哪臭哪水咧，啊咱中死咧，啊拢地方不良诶，真不少。迄我看一个美国爱是一个迄个人道引导诶，一个什么迄个团体去到遐，迄个所谓啦吼。一定的时阵啊，几岁？3到20岁吼，当中的时阵啊，就像个营养不良，啊，因老母一定啊，用伊是迄个呐，迄个粪色堆啊，粪色堆就你请好教起个，就像要是按照你要穿起个，但是美国迄个人道的迄个团体发表了，干老母讲，你这身体变了。啊，伊个变啊！然后我听着要教去爬山，做好教去爬，拢无你就要讲爱，伊就来伊起来，但伊压住，做啊迄个囡仔，我伫网络上咧做囡仔，本来我咧看着规个那想要死安尼哦，啊就伊一个了后面变怎讲？啊，伊细个就开始无讲咱食，开始细个就伊拢不了啊，迄个是迄个，哦，哦。决心到，这决心来到这个时代，你讲看，这个社会内底当中哦，你这样真生，有无？啊，真生后边来到这个世界专门做歹代志，伊无做好代志，就是讲迄个真生，迄个转世，迄个转世，伊的本质内底当中。这个精神伫这三福道内底当中，这个心理啊，这个心理，跟你讲起来，就我想要讲的，
天道60，人道50，这偌济40，哦，这30，这20，这10，意思就讲，53，哦，你几分？这两个好了。 因为我用一个数字来做比喻啦，用数字，我100%，这80%，这80%，这70%，到这60，这50、40、30、20、这叫做生活感。啊，分写了100%，因为圆满无缺嘛，一个圆满哦，圆满无缺嘛，无缺嘛，圆满无缺。 所以会有那叫做俱全嘛、普全嘛，就是讲伊个能量，伊个主性的能量100%嘛，菩萨就减10%。毕竟我是讲一个比喻啦吼，安尼看下，毕竟我80，啊来70，来这绿道从60开始行，咱无啥尔啊，咱无啥无，但是啊来40落去到30，创生道。 哦，20对啊，10、因90%的乌啊，一丝丝的光明。莫怪讲今仔日来到的时阵啊，地球地球咧经历受苦的感觉，无通感受。哦，这无通考虑个人，这真系够痛苦，这个痛苦，咱无用语言去解释，但是你面对着个问题开始想，既然咱无因为这个。 咱伫世界有修，咱就成功了。哦，咱能量强，你自然你就去进对。这毋是讲你要去对，当去对，你能量强到对就到对。哦，这以数据。啊，你会记一句话哦，咱一个人，伊有捕捉这物件伫内底哦。你要相信咯，人会做出边来到这个世间人生建筑权呢？你想大把数人建筑权？好。 你想讲咱人来到这个世界，我拄则讲，人家伊无心管，你嘛偏偏死，就小300，你这个过来，这是倒来，这是无对倒来，从这种物件，所以一个人，咱一个人变人，但是这个人，伊有比这物件来讲，这个心理，伊心理的物件，伊的心理，就是因为伊的能量。 所以咱个修道，咱个修道就是要把咱能量给记录起来，互咱今日对天人理解物件，咱是毋是应该后下，伊个比较，咱个理解无啥，能量记录起来。所以咱讲基础易修，面对恶道，基础易修，有待无强。你若讲照着这首诗的心，你有大好处。这个理念就是讲，一定就是讲能量比。 这是个空间问题，啊，所以建议来知影，修学道就是要做大家的能量记录起来，免把咱出现的方面记录出来，这是最重要的。袂使再继续换，这是因为啊，咱华天人，他们各位大家做一个分享吼，分享到这个所在，啊，咱后处吼，咱后处吼。 就是一些开始啊吼，为明我要上处然后咱后处比较开始，啊，你明啦，啊，到风险问题了啦吼，那么将这结束，因为这段到这个环境，吼，你到这个结束，吼，啊，所以这当中吼，啊，来咱重要下面这个一个所在，啊，希望咱各位见面再见，大家好，这些指导，好，谢谢各位，谢谢。感谢点人慈悲前导一公，分道一公，地方向无极老母行三公前导一公，蔡鞠躬，三鞠躬，感谢点人慈悲鞠躬。
架向无极老母行3鞠躬以前到1鞠躬，再鞠躬，3鞠躬，支架前2鞠躬，纵架点横竖鞠躬，蹲到1鞠躬，再鞠躬，3鞠躬，支架前2鞠躬，纵架点横竖鞠躬。好，大家好了。来，